今日講講鬼節水晶淨化嘅禁忌，做錯反而會吸引遊魂嘅野鬼啦、負能量啦。喺農曆7月咧，好多人會幫助水晶淨化㗎。但係你冇諗過咧，做錯淨化呢個方法咧，反而會吸引遊魂嘅飄飄嚟到你身邊。今日咧，Peter Sir講3個鬼節月份千萬唔好做淨化嘅禁忌。第一，相傳有講過嘅，唔好用血啊、口水啊去抹水晶。有啲人信咗呢啲偏方咧，就真係用呢個口水去抹水晶，以為可以認翻主人。但7月陰氣比較重啦，呢類帶有咧生物信息嘅液體咧，會好似血腥味咁樣，吸引無形眾生埋你身邊啊，令水晶變成磁場混亂嘅載體。而唔好隨便曬月光過夜啊！好多朋友中意咧喺農曆15將水晶放喺窗台曬月光係啱嘅，但係鬼月嘅夜晚咧能量複雜，月光咧雖然溫柔啊，但同時放大周邊嘅游離磁場。如果你放嘅位置唔好咧，分分鐘淨化唔到，反而吸咗附近嘅負能量翻嚟喎。第三，唔好帶水晶出外淨化。有人可能會帶啲水晶去戶外，我吸下靈氣先。但鬼月期間咧，戶外地方磁場咧係特別混亂㗎，聚集咗大量嘅陰性嘅能量嗰度咧係擺放水晶吸收天地精華，結果係吸收咗唔係靈氣而係陰氣啊，令水晶咧沾上唔乾淨嘅磁場啦，帶翻屋企只會影響自己添。喺鬼月咁點樣先安全淨化最穩陣嘅方法？咁梗係用白水晶燭啦，又或者用啲鼠尾草啦，簡單淨化唔招搖。記住7月淨化做錯不如唔好做啦。我係 Peter Sir， 願你水晶乾淨，心境平安。水晶睇過 Peter Sir， 唔會帶到污水。